了 hang out is on live 了我不記得咯嚇對 Facebook 傳keep editing no exit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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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topic ghost stories okay publish okay so yeah I wish one day 我 producer 做好我 mentor 跟佢講話啊 okay 等陣我隻一吹先要食咩？我笨多淡薄有。食咩啊？看我昂住我玩。我把路個食八堆啦，但係本是有淡薄。喲，你好料誒。個隻女，個菜，搞我咪看啦，但係我可以做面。吃很久啫，可以吃很久。OK， ไม่ทราบเหมือนกันโอ้แล้ว YouTube already start แล้ว sorry ลูกขอว่าจ้ะว่ามุกบังน้องความมุกบังเลย本身講木板係有好好嘅，我講แบบมาเฟียจะบอกเปล่า咁樣講มาเฟีย嘅棒棒，不好棒棒看不清楚，我多少有個。誒，專唔是有，就淡薄垃圾了度。夾帶，你吹到夾帶了。我就是人哋可能我特尖是吹夾帶。臭款我這叫臭款。成日八刀坑坑嘅，特別唔是坑嘅笑。有時候，有時看成趣味要食開，唔是食飽食開。你哋去過成都看會個食。我特別就是人 exercise 過嘅嗬，我成都食就是可能報名。OK， 娘。我係全部鬼有鬼有嘅。哈，有鬼！誒，等陣我過來，我去入面嘅食。各位聽眾，這 echo 冇咩大，各位歡迎都來Penang Hokkien節目。Hello， 這個禮拜嘉賓，我真係參加我講幾個事。阿涵，你話阿涵冇頭，冇變，阿涵。Hello， 大家好。了個老笑，Hello， 歡迎。你是講了個我是哪？大是行啊湖，歡迎。哎呦，行啊湖是只行鬼嘅啊，特別我今日特別嚟講鬼故事。你講聽條走啊！我講，你有時啊，佢哋講，你有時我俾咁介紹下佢同埋你乜唔見領了，然後你有時講鬼故事，然後我講拍廣告啲 website， 鬼故事 ，OK， 鬼故事呢啲 promo code 冇 expiration 係咪啊？暫時冇啊 set 冇啦係。所以講那是。伊那時講成啲上好嘅事，都冚嘢打無啦。咱冚嘢去用啊！伊誒頂到咱早幾禮拜聽到咧是一個MKL， 那我看我會曉用，你這個你係伊大多都正在介紹者，因為嗬，等我看，安怎啊 MK？Shit, I muted my mic。冇啊，聽住咯，有冇啊？有沒有其他人？computer 嘅 slow 呢，就被被新 computer 好啊？冇。你啦 iMac Pro
哟，你什么印抓字啊 Donna, you should blame Apple. ？PGHK blame 咩？ No, you should blame Apple. It adjusts Louis speed. telefon dia lah, phone dia. telefon 唔搞 computer ก่อนแต่พี่ใช้啦就耐แบบกิน OK 冇啊 OK so anyway ก็冇出過 Yo why was so slow computer on better not crash 啊 Yo but anyway OK 唔係啊買袋啊買檔嘢 OK crash 喎嚇แล้ว CW 餅個บูแล้ว but any 哦也啲人炸掉啊唔要緊啦 continue 啦好 OK anyway 冇你ไป去依個 website 是 MKLZ collection.com แล้ว時你幫買 order 嘅時候佢有普機㗎啦住住嚟哎呦住住一招แล้ว你拍個招แล้ว你係自己 MKL 你 PGHK กดแล้ว時對攤discount แล้ว shipping 是 free 嘅對馬來西亞特別新加坡人愛買我要行去新加坡 shipping 冇 free 啦 sorry 新加坡人你關嘛 OK 最一辦有冇講跟住我介紹嚟喂面喂你換上喂我知面嘅只幫人學正做咗面嘅你看冇只你心就亂啊係啦，你介紹下你大一你咩都未見到先你看。哎呀，我笑了怪慢慢食個吹破啦。阿冇食嘅，阿冇食。你等陣我俾講你，你聽講是個本嚟就是茶包布咯，然後 Hello， 大木角啦。Hello， 誒，之前是住咧嚇 ，Sweet Ying 是住咧嚇。Sweet Ying 是裝啊？阿韓講啊，特別驚個特別驚。歡迎。你是住啊？大家好。Sweet Ying 是裝啊？做哪路別叫我了先啊？阿波波。哦，波。波對，我未記到啊 ，sorry。I mean 我未記到名，我未記呢邊。波定到錄音時吧，來知道嘛？波。歡迎，歡迎。咁入去香港居個時候，我問陳小。OK，before 見啊時候比較，唔係，I mean，行下好，你上對你講係幾個數嘅？冇咩啊？係咪冇咩誒？係你難處啊！哎呦，是冇講真係驚啦，你係啦，是我嘅其他嘅技能嘛？龍講聲啦，誒，start 嘅冇。OK，你明嘅？就是我最講咪講啊，我在特別驚有鬼唔嘅講。咩位喎？我住講先。驚咯，你唔少咪講啊？OK， 我攞你整我講哦，然後我做講成幾時嘅 travel 轉馬走啦 ，OK， 然後馬路加甚至每時我去KL 一間 hotel 大咯，然後各位等特別大內線嘅邊咯，所以我自己做 project 做個只線咧，所以我對個 hotel 其實我都想困嘅，我困到啲車邊，困到啲旁邊。我攞嚟面上嘅嘢。誒，我咪你是唔是用 Samsung？冇啊。你用咩電話？你用那我聽到多聲細聲，肯定咪 adjust 吧？你會 try 講下 ，sorry 我頭先一對我冚面 sound effects 嘅 ，maybe affected 呢啲聲。OK， 你一兩困一邊，講這樣就困一邊。我一兩困一邊，我困正邊，伊困多邊哦。所以我困正嘢時啊，我攞人面層 position 是換。Yeah， 你名稱換是路人換名稱。我人換名稱嘅。哦，變咗路困你名稱，伊困你名稱啊。
แล้วตัว真奇怪嘛，有呢，我會記講我困 position 是，I mean 我困真病困多病，所以困起嘅時兩人邊少我會嘅。哦。and maybe 上第一咧就嘅基礎咯，咧一般講maybe 少可能咯，特別你梅啦，你梅啦。我梅，伊困起頭一梅話，我就係困住病嘅咩？我試咯。你講冇啊？我實在冇啊！我成日來，我就好啊，我就俾嘢嘛。然後 OK 咯，等就見到你梅話，就咩都聽到人講話，我講冇啊。伊講到底會戲啊，比如說正大嘅咧，所以我可能我受立車啦，受發生嘅，然後伊咧佢咩聽到人到戲啊，自己講話。是啊，伊個講係咩？伊講。伊叫我叫伊，叫伊。講咩話？講廣府話救我咁就。所以那有可能，我講你未必個結看戲上濟啊，所以你上濟啊，所以冇關啊。嘛是 continue 講咯。做工好，所以迄一暝往對嘅時。我嗰陣困到對我只病多病咯，所以咩咧都冇話會啊，但是阿妹教我聽到時啊，叫我教我咯，所以我就起來坐嘅，我就問，我看我 friend 困覺真好困啊，然後我就奇怪，我看冇半行嘛，所以我起來開 hotel 嘅，我開咧 hotel， 我呢一件是向到啲。我係會嘅，所以我起來嘅時候，我看鏡，我看唔到我記錄咋。所以我就想啊，但部鏡我唔知是做夢啊定咩，我看了我最目睭就我有看到，未必是我嘅blah 可能，所以我冇看啊，所以我看伊困，然後我起來看冇半行，然後我就去在鏡一度對出來時。我continue困咯，困咧，阿妹就冇聽到人講叫我啦，但是知道咧，打波怎麼聲嚇？未見到，見下聲，該打波，然後知道咧是聽到聲啊，多耳啊邊嘅穿開呢種嘅聲咯。媽！哇，我攞數。你耳啊，你冚開啊，是冇？冇冚開，真係加配單啊！伊穿開呢，像吹呢，咩啊？你想吹呢是特別鼻腔嘅聲。吹嘅聲。我度。你冇驚，你冇就白開起來啊？我加開嘛。又講你多先有意外嘅。So 講困咧，咪幾時嚟？So 有影是別困嘅，嚇聽嗬。以前 stereo 啊，只病走到病啊，我向邊啊困嘛，所以一病而家都是指頭嘅嘛。病嘅碰見咧來只病嘅聲咋？哦，你冚得一病就走去得一病，走去另外一病。唔是我倒掉，我叫我向外邊是向正病嚟講，喂，正病嚟講，喂而家，喂，變成就冚掉正病咯，轉頭。正病冚二病下，咧依多啲多病嘅蛋咯，蛋咧嗬。你冚一病就走去另外一病咯。我冇講，我唔加病攰本，我唔加病攰本，所以蛋了咧嗬，馬姑走嚟正病蛋嘅時候。正病蛋你轉頭冚掉啩？尖到冚掉把一聲正哇咯，所以我就被動啊，我就 next 喺 push 架到到呢邊咧冇平啦，所以我自己教咗咯，嚇死你朋友！我朋友是困到成死啊，嗰啲困到成死啊，然後我就看冇半，看到冇半咧，我嘛，maybe 我記 imagination 就走去困咯。困我而家困，OK，搞醫嘅事一啲嘅事。哦，係隻名喎啦。聽到人穿，
是咪本聽人春季對而家，然後伊頭先是人 Q 嘅卡模，Q 係咪卡模啊？係卡模，伊咁叫 Q，所以實聽物件是 Q 啊，伊咁個聽咯，所以聽嘢佢喺度聽到即係聲咯。咁伊上古個就節模，伊卡模、超模個咧就節模啊。所以 Q 嘅模啊，黏嘅模。伊是只 Q 出來模種。你聽就睇啦。啊了，伊就聽起來咧，吼，伊就聽到春季聲。伊聽春季，因為伊就看我困啊嘛。我哋我困，我 snoring 但大聲先你講啊呢。所以伊就感覺奇怪啊，安怎我困覺呢？我咧無可能是我嘛。但是伊聽對耳仔正話，所以佢係時看我困。伊看無三樓啲講，伊講話無聽到啊，咪佢就嗰啲啲困咯。一困咧是知道個人殺伊，搖伊就困啊，搖佢。感覺就人叫伊請咧，伊就佢就坐起來，然後伊就OK，咪講嘅字啊，伊就叫電話嚟做電話。去做電話，所以請目睭開嘅時無聽到啦。冇聽到咧，伊就叫拍 game， 拍到早啲5點幾啊，伊就醒，所以就走困。伊困咧時咧，卡模 Q 模誒，我再嚟咯。Q 啦，所以而家未到起啊，伊手叫我請，我請，我叫做咩咋？你講我未困，我都未困都叫我請。你講咯，然後你講伊嘅物件了，我就起來。看起伊面上，有影伊面上嘅位啊，伊卡模超模啊，有就，卡模超模唔一時時可能 Q 一段多啲面上面種啊，一隻條板面種嘅咋，了我看了嗱冇諗起換學表嚟啊，你講驚諗起換了，如果想困嘅隻學表哦，是地妹隻板嘅，妹板特別有嘅，講得板。所以冇變，所以後 OK， 往到我記得北京辦啊就 OK 啊，冇問題啊。我冇話學校啦，話北京啊。我北京啊。我講往困一步，所以往北京，你冇嘅車往自己下 OK， 頭往啊，所以I think一般就係講下你北京拿手啦。咁樣咯。你就滾咯，你整啊？冇啦，baru ka kuih buku sudah. Lu baru makan ah? Lu di sini kan? Sini kan si dia travel. Có ule si tadi kedai pengen ka gedi lo. 看老掉個，我聽別人講先，老掉我聽。OK。但係我住包個接來是住嚟嚇。但係我住嚟本是寶寶啊。哆來咪叮當叮。哆來咪叮當叮，你是叮當叮還是哆來咪？你愛叫我叮當叮嗎？我是哆來咪。你是哆來咪，但我叫叮當叮。我看到你名啊，你自家叫我叮當叮嘅，你自家叫我叮當叮。你名看到你名啊，是所看到聽到叮當叮。OK，哆來咪。歡迎。幾個數啊？幾個數嚟？我問你叫我自己教應對嚟嘅。你問你教應啊？你問你教應啊？恭喜哦！係啊 ，thank you。問你自己嚟嘅。你自己隻教應對嚟再變嚟學嘅。你自己教應對嚟參變嚟學嘅啊！我講，你叫咩唔是要叫正三拜啊？冇啦。聽下變嚟學嘅嘅正啊！問一個辣咧，你無影櫃子安那個？哇！我真正歡喜咯！你無影櫃子一個對嚟參變嚟學嘅。恭喜啊！叮當哆來咪。感謝。感謝。祝學路水。是啊。歡喜。講幾個數嚇？你喎？幾個數啊？還是你是？我 actually 是我係 OK。
講一個我坐我邊仔 colleague 咧，吼，伊是會看到的咯。伊逐擺甲我講真濟故事嘅，頂到我真驚鬼嘅嘛，如果無講真正驚咧，因為伊直直甲我講真濟。哦。The first incident 是，伊即細漢嘅時，講伊人講大人講厝垃圾啦，有鬼啦，蝦米啦。咧有看到本嘅厝，咧人個叫人來跳檔啦，掠鬼咯。等人來啦。等人來，結果伊人到底伊會聽為坐，伊到底聽為跳檔掠鬼是我 colleague 是坐喺沙發咯，伊看你鬼坐喺邊看人伫做咩？耶，伊無驚啊鬼？伊鬼無驚，可是伊跳檔是老人嘅啦。哦。這是 first incident 咯。伊細漢嘅，伊細漢嘅事啦，就是講。細漢嘅事。幾歲伊無甲我講幾歲嘅事啦。and then 你講到 college 嘅時候，伊人你講到 college 嘅時，我成日咪講咗句教課嘅。無教課啦，都課個。伊 college 嘅時陣啊，and then 伊個度外口人家己睡 hostel 度嘅嘛。伊 hostel 外口有一個籬笆了咯。係了，人逐擺感覺到伊長æg嘅時候，成個有物件看伊人。所以伊人個懷疑是厝垃圾咯，因為有捌聽人講厝垃圾嘅嘛。咧伊朋友甲咧個，這是到Penang啊，到 KL。了伊個講伊朋友個甲咧在伊看會到嘅嘛，聽會到看會到嘅嘛。所以個叫伊去問看是毋是垃圾物件咯，頭看人長æg咯。你個去籬笆迄邊嗰度，伊見唔了籬笆，因為籬笆直直叮當嘅，叮到一陣叮當，伊見唔了籬笆，伊講，你甲我講是毋是你籬笆無叮當嘅哦。你講，安怎嗱毋是你下我一個 signal 咯，是你，我頭一個 first question 是毋是你嘛，所以無 signal 嘛，所以第二個，我聽到係咩聲啊？係咩？我放咪，我放你後尾。你有嘛？可能冇。second question 個是，哎呦，我聽到咩事啊？我自己掉成驚啦。second question 呢個梅咯，嗱唔是你咧，是別人，是人嚟講，你後我仔。結果伊講了一句嗬，伊籬笆叮當，我響叮當哦。你人家了看現掉，看甲掉成驚。所以人伊 housemate 甲了都就係看掉甲了。看了伊哦。And then after that，伊個 hostel 嗬，直直來你在人 college 甲大一人嘅嘛。แล้วตัวจีนจะเจรังอ่ะฮะอีชูเนี่ยอุละให้เลยลักษณะมีแกนโบสุกะรู้ใจโอแล้วก็แต่ที่จอยรังอ่ะฮะยังเบคุนน่ะล้วนก็จิตเต้าสิว่าเป็นอยู่สังกัดเดี๋ยวจีบซีเนี่ยฮะโน่ก็สิว่าให้เลยคลิกแล้วว่าเดี๋ยวจีบซีนะฮะเจ้าขี้กวนเล้ากวนเนี่ยอุ้ยฮะไปเที่ยวเฮียไปเที่ยวลง嚟แล้วหลังจังอย่างเลี้ยถอยตั้งไหนแล้วเลยกัดกินจับใช้แกแช่ไหนมันอีทีนี้ว่าไปว่าไอ้โก้ไอ้เป็นยังไม่เที่ยวกุยนะควันเนาะ就是样是去佚佗咧，靈魂錢啊，佚佗咧，靈魂錢แล้ว佚佗了是伊成啊，樣唔是講啊，唔知別使手別使嘢走啊，什麼嘛，就講了，個了紅險成啊，他一看伊成啊接線了，好像個了人調出鏡走個了去就，伊變咗走去樓頂又要跳，莫個你又要跳第二樓呢，嗱走去跳咧，樣大包就會裂落來。伊掠伊了，拔到落頭殼咧，伊個扯起來。幾唔好我唔捌鐵頭嘅可能驚死嘅。我本想。係我個模擬咯，我先都看會到嗬。Actually，咱 office 有無嘅？伊講有嘅。伊講我 office 真濟。แล้ว especially ตอนที่ pantry อุ้ยเยอะ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ลยกำปุ๋ยแล้วแมงฮิตเจียคุณย้อน我走了喂媽咪叫我落去啫嚇โอเค bye everyone 拜拜แล้ว因為我逐擺去咯，我若是做 OT 做甲真正晏吼，我去 washroom 嘅時候，我看袂到啦，但係 somehow 你會 feel 到人起來看你嗰款嘅 feeling 嘅。
毛毛嗰啲 feeling 嘅。哈，你一般講過 ，once 都那是有影 feel 到，啊你看毛毛咧，甲這是有嘅，是 just 係你看袂到呢。毛毛意思是講看下毛筆感覺零零毛。啊，你感覺到零零吉哩吉哩個掉啊啦，然後無數無大人人乜嘢吉哩嘅。成個刺激嘅呢，感覺到成個往時人行入去寫買厝時，或者行入來厝時，你感覺到係，咦，有什麼爽呢？有準呢？對。啊，有一道個要 share 嘅係邊呢？我人可力㗎了，我人有一個 trip 去 Penang 哦，我人住啲Miami Beach 附近，我附近嘅一個 condo 嚇，一個 condo，樣住 Airbnb 水嘛，我未記迄個 condo 名係咪？但係到馬路個無講真濟人住呢。你我去我載人去嘅嘛？我個載人去，because 伊個北京真好勢，你住幾樓，伊個北到幾樓嘅，所以我北到我住迄一樓，我行入厝啊咯。and then afternoon 我個休息到房間休息咯，伊好像叫我冚掉我個燈喎，我係咪數？伊講叫你冚啦，咪每一隻啦。然後冚掉 ，OK 我冚掉咪，佢冇講到，就好出伊冇講。and then 阿妹是我人知道吧？佢你講話嘛？講話伊好像講。走開，伊可只叫走開，伊可能就有。然後下面說，因為啱啱好，伊講走開是有一個可以行啦。伊講，你叫我走開啊，這樣我就走開咯。你可能有，然後伊講冇講一點點。你 after 我人到對來 PJ 做工嘅時候，伊個講哦，伊講 that day actually 你車又會得換起來時啦，已經真正濟物件對了，你車又會來了。and then 我叫你砍掉個燈 because 伊徛了外口看。伊叫我走開迄一句吼，是因為我來物件，甲咱我來聽我講話數。哎呀，這件是上一件係你同個呢個？上一個人來。啊，John 啊，你係啊，你個你啊，我你想聽個你。我聽我冇幾長。聽個鈴呢對咯。是安那個好嘛，那個有 effect 嘛。見佢走啊，嗱咪講啊！見我順下走嘢，你是見到啊？冇伊嘛叫伊，或者叫伊。แล้ว有刺激咯。แล้วลูก別人個有係咪幾個是咪講講？別人個冇啦。特別驚。特別嘅講嘅大，冇嚟咩？冇古冇嚟講啊！但係我叫拎佢啊嘛，佢叫啊！我怎麼看到佢出現啫？嗰我是摸了下啦，你怎麼做一起嚟啊？即係冇嘢啊！佢告訴我是特麼 exercise。頭一個。我有看到本隻嚟啊冇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嘛？咱個有九位個嘛？應該加幾位個？But anyway，講個準備講幾個事個講，冇多乜講。你頭晚都講下你佚佗下你嘅嘛？哈，你叫歡喜講啊，要歡喜嚟講。你甲我講過，伊真係招我醫咯，實在是。攏是行到白咧，嗬。好死閒咗啦，或者10年啊，你講10年啊。我或者估啊啦。10年啊，就蘇恩講，個一個人講。嚇，10年啦咩？伊講一個6個月，甲是8個月，就是10年啊。我是8個月啊。我執白咧。佢咧斜。哦。actually 我計讀上斜就。是啦，抗。那讀攞性嘅嘛，可以叫。但係我甲你無上班，所以我無知道。哦，抗8年，เราคิดต่อถามมาเล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สิต่อไปเลย我就變8啲อ๋อแล้วลูกก้องเขาเรือนจ้ะ你同我哋嘅咩？係咪講？未記啊，未記。你講我係報紙嘅，搞到知嘅，你去要發。我是講過啊，唔是咩？哎呦 ，sorry。呼機嚇？我是講過啊，就估住整。哦，對啊。我依個你叫咩啊？碟仙啊？我叫咩？你想講阿龍？未有你後面叫㗎啦，梅花光線。你直定教啊嘛？你學掉？我唔知啊，你叫我面叫，嗰件事近日功夫兩個截圖嘅面嘅，你Hokkien人真係冇截圖唔知。靈魂我係Hokkien人嚟。
我是福建人誒。靈魂子，貼線。我是講是靈魂子。人搭喺啲年紀嘛，香港嘅戲嘛，唔是？我唔知叫咩啊。我知道佢，我看人知道佢一道咯。啊，你一知道過呀？我班裏邊嘅人知道佢一道。然後我都我一定係看。我版本是我了解一套誒，我到等嘅時是無人醫嗰物件 ，because original 碟仙嘅紙是鄧人字嘅了嘛。哦，那我切。啊，我比較讀嚟，我冇醫嘅看咧。哦。你是 Wiki 嗎？上嘅我係聽講真是啊 ，Wiki 冇我講福建話未曉講嘅。了我只講一些人時，伊去Penang有唔知是個位有攤買迄個 print 便便嘅做。哈哈哈。你去買呢，你就識醫嘅。哈哈。你係咩 ABC 嘅嚇？冇我嘅話誒。哦，那邊我喺裡面寫咩啊？康交了 A B C D 嘅啦。Home goodbye 了 A 個字咯。原來係你，呢個就係啊。原來你 iPhone 嘅 app 嘛，就是特啲你 Wiki 嚟學嚟 Home 嘅機啊，呢個 iPhone 係你歸咗出嚟就對嘅。係啦，叫。你我咪你OK，你用 Wiki 了你等人字安怎寫嚇？真濟字，我看到我只個講真濟字了，比賽我表意，我只是讀等人冊，所以曉嘅。我不特啲學等嘅我不。你是家己話係咩？我人朋友是家己話，我家己冇做過嘅，特別伊話咧，伊個唔是特別，伊唔是按我哋用嘅咋，你佢都可以起過嘅咋，你對成日叫成個講啊，樣是叫做咪切成路啊什麼啦，講特別可以起來過嘅，伊抓嘅用嘅，你別使成個凊彩抓咩用，你特別做咗特別叫伊起來，還是你實用佢咧，伊成個你把雕人把起過咧抓下，你使叫伊講，你使跳過去就抓係痛咋，即係開門嘅吞咋。哦，冇，我是用你在麻將背包我係人白色嘅抓下，了我 every 啊麻雀抓，我用咗一擺就笑了。了，唔是麻雀抓，麻雀抓是你 brown 嘅 color 嘅，拍麻雀嘅抓，你是麻雀抓還是拍麻雀抓？我是白色嘅係拍麻雀嘅抓。伊是白色50g嘅抓。哦，哇！呢個真係要 weight，呢個真係 weight 咯。冇我是50加是80咩啊？部位加是50咩啊？我做抓嘅數我知。哦哇！住咧做抓是叮當叮啊，冇到你咩啊？當叮。哦。叮 family 是做抓嘅。哦，是50 pound。你安怎嚇？你伊抓到特別可以起過咧，伊講應該係開門嘅，看到特別伊人寫是鄧人字嘅喎，我唔知伊經係咪字嚟寫特別。我唔會是鄧人字，真係鄧人字嘅喎，我就寫咧你看可嘅。就是咯，唔知得嘅。你諗特節用嘅字冇講字有字呢？哦，泡湯嘅，特別我真係要食，要諗嘅食。一個人會曉3000嘅鄧人字就夠嘅啦。哦。伊是2塊嘛，伊自個了群了2塊。伊佢哋2塊嘅。鄧人嘅我冇看過啦，我是咗詞會看過，我只是個講只鄧人，只細你字看咧。然後我放喺你一 arrow 你 pointer 物件咧，我用我你半夜細你我寫。豆油碟啊，對，唔是一多豆油喺你我寫你冇 flat 看咧。豆油，我叫豆油碟，豆油碟嚇 ，actually 是調住話嚟下碟。冇啦，福建話嚟望。福建話哦 ，OK。但我係講豆要第一時調住啦，我想住豆字福建話。啊，唔係，我是調住。我講聽講continue講，我聽到啲話 phone，我特別被綁曬，我真唔記得綁曬。你水哦，特登過嚟綁曬嘅咯。我冇都很正很綁嘅，你好聊。我早起 breakfast 嘅話，我很正我特別綁嘅。好聊啊。嚇 ，OK，等陣攏自己講就攏 continue 講。講你。抓你鐵頭你Wiki board咧？我講，我是 just 寫咯 A 到 Z 了，空交了 ，goodbye 嘅 home 了，我是第一擺我冇講愛叫起來一擺，我是用一擺啊，嗬，了燒尋我燒個了，係你咪記個了燒個了 ，next time 伊個再話過。因為就冇應嗰個話啦，一禮拜兩特到，一禮拜2攞3刀，特唔叫我起來，我就冇應咯。我冇去上會叫嘅喎。
你在伊咪走咪慘咯。伊咪你看啊，我只驚你做喂，我冇只驚，我是人做。我 Michael，放埋你了，你就走了。伊咪看我只驚，你妹名係咪有？我冇妹嘅，係咪？我諗妹貴開嘅。我看我朋友看戲我看戲。伊妹嘅。人做事嘅係咪？啊，對，伊個正常就妹係咪講？你當佢哋落位，一陣時講佢哋嚟。唔通講之類。because 我曬人伊嘅咗，我諗伊迄個為成個 beach 嘅款啊，你無開嘅咗，我諗無嘅手段啊咪去，just 你知成巴到 Frankie 啊，邊啊邊阿妹你可能只物件會冚啊，就是無開嘅嘛。人冚個了，哦阿妹，所以白車你去用伊到頂大病醫哦，了 usually 我是叫，我唔敢問迄個危險 question 成日亂到死嘅款，但為你只無好本啊，伊人迄個物件。伊起來下路咯，伊就啲講，伊就 spell 咧 DIE 啊、KILL 啊，你看下路咯。問只，你人是有影是伊家己行，還是人嘅手下了 force 伊樣行嘅？家己行，你知係咪數我人知？我甲你講，伊個碗是 rotate 嘅啊，我係一個 middle finger 嘅嘛，三個人伊嘛。了伊個碗有時伊會行跌邊啊 ，first start 嘅時是行圓嘅咗，伊袂。伊像是 gain momentum 嘛，是我唔知做咩啦，但伊行 round and round 咯，一直去 circle around the 規條轉 ，circle 啦，你每物件吼，伊就慢慢，你會 feel 到成個胃裡成隻無力，你看伊無咪會去迄個 answer 路啊，伊成一隻板，你看佢吹到你，伊路個去迄個 alphabet 啊。你對咗一條文字嘅，我死人都喺度 spell 咧。我冇個情節流化了，伊看無，個無可以看無。講呢個你哋都會死嘅，有 Queensbay 個等咗，講我俾人 spell Queensbay 出來。唔敢會，你看個先啦，我會你大膽嘅。spell 個嚟差唔多一樣係小膽嘅啫。我問下啦，攏佚佗可能都環亞區嘛，你未叫你環亞龜咩？我叫鄧人嘅喎。你都係你未好 spell Queensbay 咯。如果你同佢啲特錄位 ，but 個 spell 唔掉咗，我等咯。都冇交字啊！但係我叫你個伊嘅 style 都嗌哦。唔係啊，我成日只講派嘛，唔係你啊。你個伊啦，我嚟講嘅。唔係啦。當見較相信講有正只古早無相，古早細很少人咁成日講，哎呀，即套描緊嘅，特別當見咱人捌代志啊，拄到就一人啦，咱就講有影有個人會。正正會着鬼入線，死人會害死人，咱人驚，咱所有當今應該唔加。正當是老轉嘅，我就攏聽到。啊，呢下嘅事啊，後面唔有本加做嘅咯。攏聽到話，呢邊我只張板你拍出來，佢人講，你話佢咪 miss 掉。誒，我每個人啊，佢哋。等陣你隻慢空手一支手起來，我甲你講啊。你甲我 Q 下西咯。為咗每個人，佢哋僵屍是正嘅，還是假？正。僵屍喺中國咧，古早是我聽講是正是有安尼款嘅物件嘅。伊個出來人愛收伊個辛苦的，所以做一遍僵屍啊。正個是咯，你在當期唔是有一出誒個 animation 叫哥哥嘅人看？我未看過。啊哈哈，我知。我未去看，我記幾節。伊嘛是上加安尼款嘅故事咯，就是講一出嚟人死了啊。樣上面講嘅故事 ，Indonesia 嘛是有一個所在，伊樣。但係我在 Indonesia。我度對面。佢對嚇。不過你僵屍唔是 off 下到 all 了，伊叫 travel 可能這邊去到邊了，佢零下嚟嘢跳，以前波斯個了會少會聽話嘅。特別咱馬路吼，咱馬路嘅年代講僵屍啦，是迄個安怎講陰屍啊，有個人帶咧伊洪水地無好勢，係咧伊會轉甲佢講伊發探毛個哈。我看佢個 magazine 就一刀我驚。迄種吼，伊會好帶甲了袂好勢，但所以有個人走去問紅光啊，吼紅光叫人去來看到，迄種人講叫人們叫僵屍咯。特別伊起來了，伊個感伊個是燒掉啦。燒啊，規大燒啊，伊無個再感到咧。伊可以上個伊毋是伊啊吼。
對，伊唔是 original 伊啊，唔知咱馬來西亞有安款嘅 case，咱去 look Google 嗬，應該有安款 news。係啊，我看過下你 magazine 呢有小英嘅真嗰啲。耶，嗰啲。你知我人這邊嘅伊無sản xuất個了物件，伊產xuất淡薄安尼款呢，所以看到真清楚。誒，先我看。係見到你啊，我看，細漢看。真係我看不啦。去 Google 看，去 Google 應該有嘅。我唔敢看一個地方。伊頭毛髮甲長嘅啊，喲，嗰啲。有人捌講過學來嘅哦。冇講。無人講過。喺你厝嘅嗬。嚇，有人講過嚇。我有看過怪談呢，無我講過我唔知。Because 我姨嗬一堆人跳檔嘅人去，你知哦。伊無看到物件啦，伊是未看到物件嘅人啊，伊 just 講吉利哦，人入去嘅時候，隔了人個尾見了一條紅線，紅線你袂使放你袂出來了嘅。你是去看，還是去念經？喂，你是講你厝內邊有一個煲嘅嗬？去多啊，那好去多。我知你講是不是伊厝對邊有一間阿妹有人跳檔嘅？伊講伊厝一間水面煲嘅，唔是咩？那邊有一個煲四合院啊，你講我去過啊，無下你無，我無 feel 到有鬼咯，我去過。我都唔是假去啊，我都唔是假去啊，較勁厝。我叫我姨坐我去，我姨講無數無帶去，但係人對路個仔。我其實我爸載我去，我爸唔敢接，你講如果伊自己看，所以我自己看。你爸載你去啊？Because 我真 curious 是，然後我去那邊啊，那邊是係咪只有8分錢咯？我無 feel 到有鬼，我 feel 只拿什麼要迄個咩啊？迄個8分嘅佔着。危險嘅。我嗰時看怪談啊，我較知。哦。แล้วว่าคีKuî-tshùตัวเป็นเด็กๆตัวสี adorable ลองใจ到嘛嗬把ตัว friend 嘅病冇攞佢實接咩？未使啊！冇一條啊，但是條冇去啊。個仔佢去啦，冇去啊。Because adorable 成我下晡12點幾1點幾響去一頭先往只抓就未靠。แล้ว來個仔 before 伊修理嘅時候，我接那邊，แล้ว伊又是哪站？伊是厝是哪站誒 ？before 伊修理只破厝誒，然後你考是真熱，你卡入去嘅厝啦，伊先有 air con 嘅款嚟咗，伊變 extremely late， 啊，你 feel 到成只奇怪咯，你無可能誒第二天是變誒冷嘅，就是嚇，我 feel 佢哋厝就是有。我聽到，你我聽到本係 adorable， 你講嘅，我 last。這是毛菇啊！四超這聲是毛菇。袂啦，我袂出聲啦，我只聽起來啦，哎喲！出來你個丟臉了。一句嘴是怎啊？一句。我來啦，我哋吃全部啦。哦，你是到了咩啊？是啦。教英啊，都係全部，你冇食到下就聽是只食全部食。冇啦，我紅熟個食，我切開媽仔伊食嘛。哦。關呢？伊個早對嚟嗬，12點就搞出啦。因為對嚟產品嚟Hokkien。一個人講誒，你去看咩下教英好時耍，我對出邊。你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出。伊在我見咩俾產品嚟Hokkien。我計講。你冇你講緊 adorable 啊！我舊年對去時候，我過啊，我俾幾號人看嘛？我係車過 adorable 時，冇去哦！我真未掉到，我直真嚟睇，真冇誒，就冇看到一直車去啦，成個事。車去啊！個仔過修理變開戶食嘅幾個係嘅。我記下，係你就是過修理，我成個我有看到 website 本有隻 website 嘛，我去看。你是嘅做後面嗰啲修理做？當時成個去，你使去水去邊大嘛？I think 未做本咯，我就是懷疑咯，我就是懷疑唔知做咩事做者未成功，唔知是唔是人唔加去大啦，冇成理噶成咗唔知。我記得俾我而家叫做真無爽嘅，我對 friend 叫。伊是做下面地回來。伊是幫個佬嚟嘛？定到時？古早下面告訴你，是迄個文字嘅哦，唔是文字哦，唔是嚇，特別冇較起個。個可以過本少個，誒，下面告訴講者，下面告訴，你 Google 下講下，你真係未有一處啊？
伊是 must be owned by 只有女嘅人嘅，伊只有女嘅人嘅 ，because 伊有一個為可以白家己船嘅做後尾，伊有一個 well 嘅後尾，然後 after that 個有一個 dog 安尼看行出去啊，你使。你唔知是新嘅事啊，是舊嘅事啊，冇舊嘅事，因為我記有一地呢紅毛灰呢拖出去嘅，哈，你看到有 well，特別你在啊冇看到有 well 喎，有 well 嘅，我企下邊我就想到個咧冇物件，我見嘅我先 adorable haunted house。然後冇，我講聽我這條一坑真正久嘅就我爸係我頂到做囡仔嘅時，就捌去嗰邊嘅朋友嗰邊去嗰邊。困嘅，像有時候朋友都在去啊，就唔佢是坑掉嘅嘛，所以伊怪古本咧嘅歷史。你爸冇 feel 到咪咩去嘅平時？我爸冇 feel 到是講，伊講伊嘅朋友，我就睇佢係樣嘅青花㗎啦，唔就係去外口去上面。耶。OK 嘛，伊暗暝就冇個走路困覺醒起來。我爸冇看到啦，是講伊講伊嘅。譬如即係118對人去可能咯，所以不聽佢特別自己冇乜經驗。我有一個 friend 伊人去 party 咯，成個陣時啦，唔是當今嘛。佢早時去 party 樣談爽嘛，食完規大班嘅話就去 visit adorable 做半暝三更。你去阿朋友嗬，伊一換啊查某朋友就接線。我唔知是唔是喺你勁處歸來是 just 阿妹就主要個應就接線嘅可能，我唔知。邊隻借我啦啥？我就 just feel adorable 是正靚咯，我今日去 Apple 是，我冇 feel 安尼見啊，我去迄個學來勁貴處。我會記嘅係，伊是成個灰胡色嘅咧，伊成個咧巴肚酸很做嘅，伊呀，伊外口伊是起到啲樓頂嘅落去嚇，嚇，你對喺翻斜翻落去嘅，然後伊嘅厝是 already 伊嘅成個拆落了啊，了成地可能，好破爛爛可能，然後有二樓嘅，但你未去二樓，做咩？因為伊個樓梯破了，伊個二樓個架崩破了，你會看去二樓，但你是未行去二樓，要哪站你厝那邊？我吹到只時候，哇！做呢水球喎，你看啊，我好難看啊。有時係咪 excuse 哦？係咪做冚？我時半行嘅，我轉頭。我 share screen 好難看啊！你是看你在意小英發掉lang，然後 present。這是senior 嘅事哦。即係有咧新有咧舊咯，你看。第一條是我去嘅事嘅。第一條是你去暖暖事啊？你講第二個、第三條是新嘅嘛？對。馬路冇去啊啦，即係。你就跳去啊，冇去啊。變咗我去啊，冇半行啊。我唔捌去過伊個，我唔捌接過佢，我是特別過到嘅路邊看嘅。你應該唔敢接嘅咯。一般是貴做啊，嗬，呢度鎖起來我係嘅。這唔是咧，這北京嘅呢？呢個寫到冇？特別馬路是咁俾你行去啊，安尼好笑。馬路冇去啊咯。我學車過看無咧。我係做緊啲水喎，你看。我最有伊個高速大拉面咧，唔知安怎，係咪高速？那是邊啲學嘅？唔是前拖碰機，是規個人碰機去。那是邊啲學嘅？了你聽講講。我高速啊嘛，我咪都讀到伊講。有迄個 backpacker 阿毛嘅大 ，next day 搬出來，伊困喺啲 beach 位嘅 ，because 又 just 嚇。大擺我冇聽過有冇成日香港？係咯，就是有時最出名嘅歌手。更出來嚇。嗱，這裡咯，這裡大網你講我做呢，嗱這。我講只有幾個厝啊，就到時安尼看呢，伊無加入來更出來。美國有類咯，都看到無？古早嘅人嘛，那有安全你看。我安尼大驚我意思。你讀到 history 啊嚇？無，我係去邊係去伊個嚟碟先嘅。你去邊伊碟先啊？你咁冰哦？這是 adorable 啊！這。John 啊？這到特別驚啊！你看，我吹咧Penang adorable bungalow Penang 嘅好，image 啊，你看咩物件出來？Penang Hokkien出來，你看啲Penang Hokkien嘅podcast出來喎，你看。你滴掉好，你看我 T-shirt，個一個喎。
本來學嘅出名啦，鬼嘅時候人講鬼。誒，特別驚都冇加咗，講係 barrack 嘅，係東姑係呢啲嘅。有啊，話都俾佢講咯。嚟講。哦，嚇。OK，都在鵝來位啊，嗬，鵝來位。我嚟是 Red 佬呀。對，鵝來位。Metropolitan Park 嘅位邊嘅位，有一間離個嘅厝。唔知喎。一厝啦邊。係啦，係你冇事係你啦，特別驚都講係你有地嘅啦。有人講嘅大媽講起嚟，迄間厝大媽講起。得隻離個嘅厝。呢隻離個對。條水地嘅咯。哦，你等等嘅啊。我講下我幾間厝咋。你係咪？我聽唔到，你先。我不接過嗰啲間厝攞到。嚇。然後我只期是無講人成個人所講嘅安尼恐怖嘅啦。嚇。手掌啊，垃圾啊，伊水池內邊水是青咯。嚇。你看水池托下可能咯。嚇。最啲內邊有隻梳化嘅。梳化啦，我只期梳化。咁個梳化。伊人點三巴嘅，點三巴。對嘅啊，三巴真濟咯，所以看咧變個意義咯。冇安尼恐怖嘅啦，冇講人講緊你恐怖咧，是講較恐怖嘅咧，就是 Tesco 依幾呢邊嘅，真姑姑啲。呀，是唔是後背 Tesco 嘅後背？依幾邊後背？呢頭呢合併啊？呢頭整嗰隻 Dennis Scott 咧嚇？哦，我知了。我唔知係咪嚟？阿伯佢知落去。Huann那厝嘅。Huann那厝啊，你加三面厝嘅。哦，唔是喎，點解我覺得是獨獨經並唔是嗰啲滾樓嚟咩？呢個就咪我 search 我 Google 嚇。Tengku Kudin Ghost House。幾出嘛？誒，查某婆啊！咱唔是去過，咱有一個讀冊朋友大病嘅咩？我嗰邊。呀，我冇幾長喎，佢哋啊。你去 try 下啦，等等嘅。嚇？你去 try 下啦。唔。已經看啦，哎呀，佢病了。你去 try 下啦。我故事嚟聽看。即係暖暖只抽嘅。是啊，你看暖暖嘅。即係啲多餅啊。轉。Tengku TNGKU。我唔知Tengku啊。Kudin TNG。Tengku Kudin 咪是 Tesco 咯。對。Tengku 唔是Tengku嚇。Tengku TNG。我拍 TNG 走出來就你話。我咪成日我拍Tengku嘅auto suggest Tengku 啊。而且Tengku咯。你成個學懂嘅你講。Tengku 個香Tengku Kudin。到底咩接觸？哦，我捌去過，我知嗰度會。講係聽隻阿龍。你這間厝，哎呀，你叫咩所在咧嚇？你識講一個數嚟聽。Wrexham 嘅對面。Wrexham 嘅對面。Wrexham 對面唔是 Stalin 啊。我 feel 到嚇，我 feel 到。我就講，依是 Wrexham 對面，但係 Wrexham 對面有一個，嗰個叫咩啊 ？Wrexham 對面有一間拍油嘅，迄個拍油是，either 是 Shell 還是 Esso 別嘢啦。Shell 邊有一條路，迄條路接去就是啊。冇啦，唔是啦。我 OK，我等我講下，我係記事，伊是到底，等我特別想下，頂到是你是到底啷個大橋為好？你要去大橋，係就落講一單咯，你講我嚟什麼朋友好？你就要去，你特別去 on the way 去北海，向北海時候，你咪去，你一直想一個煙囪，一個嚟尖尼嘅位好，是你turn left 去一路。然後彎咧，伊是伊唔使跪成個橋，甚物跪去對面邊去咧，依幾下邊嘅邊，然後你哋去到後尾，對。你哋去 Platino 你咪知咗當緊隻先呢？攞嚟搞依幾邊嘅。Platino 我知。Platino 咪跌去啦嗬，你看到 Wrexham 多你正超咯。
那，我有这了，我有 map，我看到 map 吗？你好，正手啊，驚所以你去啊，伊是一個是彎正手落去是人嘅白嘅嘛，人嘅厝嘅嘛，馬大厝嘅嘛。我冇去過迄邊嘅喎。係你是冰嘅，唔是咩？是馬大咩？馬大厝嘅馬大厝，馬大冰啊，迄個叫咩海軍啊，人家單墩得啦。哦，那邊。啊，了，去咧，伊是用條鐵門鎖了咧，都未知咩。頂到我去是無咋，頂到我去頭前有一個 Dennis Scott 嘅，頭前有一個 Dennis Scott。鐵門鎖了，你講即期咧，你就直即期咧，你看到啊。當今加路未去咩？知未？John 都 Q 個 key 淡薄，你看到到啲 Platino 了。Platino 是這邊哦。你直期。Platino 是啲啊，一多邊。你看到即係下嚟幾位，一下幾位，看到。少正哦。下嚟就是整個固定嘅Kuî-tshù咯。係咯，是啊，我 because 我小姐 website 是同你講特別位嘅嘛。對。so 嘢了都其實古早嗰個aquarium 買。對，我捌去過，我細漢時捌去過，我捌去就老人捌去過。我邊古早細漢時 camping 時也捌去嘅，做 scout 時啊。我放咧 satellite image 喺度看。Hello ya, Jalan Tengku Kudin. So what's the story?冇 sorry 嘅。咁古早Tengku Kudin 大貴。較早是講往 call scout 嘅 batch 時 ，one of the batch 我袂記咩名啦。往入過了，就出來往規班即期啦，去邊啊，去度啦。都對出來旁邊下直行，轉直行。正啊，一邊接咯，嚇，正啊，一隻禮拜嚇。對，直掉，直就是啊。特別冚掉咧，未接啊，同你。伊冚掉咧，都有時講都病禮拜，但是都弄伊個禮拜嘅人係多咧。哦，我捌接過，我真隻久咯。弄嘅味道開本嚟咯。我去嘅時候是我看幾年啊，是我1986年嗰陣時我去。嚇！我冇出事過咧。我去時我都唔知啲得咯。我還未出事過，最早未出事過。我啦。我查某婆呀。你講係鬧呀？冇啦，我是講我上面講嘢嘅時候，安尼細漢嘅。咦，真正我已經了咯。對，我對咯 ，gas 交 tax 是後尾就對啊 ，directly 交 tax 是後尾。對。你後尾講大字嘛？伊係咩物件啊？樓頂看到後尾看到嘅人向嘅嘛，大字。關嘅會看會到咯。特別我唔知做咩事講，伊是叫做 haunted 咧，係我唔係聽過伊個數啊，但我 try Google search 看。你 try 看，是我記嘅是講我人聽過嘅是講，有人即期也未出來。哦。你辦法即期我個出來過啦。咦，我捌聽 ，OK， 我講聽我捌聽過啦，唔知而家正假啦。Tengku 啊，即係Tengku Kudin Udini House 嘅路個。即係我覺得其實叫Tengku嘅喎。maybe 無想講到啊，特別我講聽伊個，我捌聽過是，唔是，對唔對？我聽唔是，我當面想到嘅係我想到嘅是講你北島嘅，因為佢個 Island Hotel、Island Hospital 咯。Island Hospital 啊，伊頂到嘅時 ，before 去 hospital 嘅時，伊是間厝嚟，bungalow嚟嘛。哦，我都唔知阿龍知阿龍。知。所以合併咧，我喺呢度我聽過，你唔知是，如果伊阿嬷嚟曉唔知，了是老官啊，什麼物件？你伊波獨巴多咧是伊獨巴多條是伊起樓梯是樓梯別，伊插到伊巴多伊插伊波插物件，我死去我冇聽過，我唔知有冇聽過啦。你看咯。
The best way 特別冇啊，我冇聽到講伊 story 上面有Tengku Udin 呢，Kudin 呢，Tengku Kudin。等我隨看 Pinterest 可能講哦。Tengku Kudin，喲，這在南邊呢嚇，冇即有陣時參個冇像呢，即邊啲 travel tip 像呢嚟個了。你幾大？你講到幾大？點啊特別驚？幾大不是 hotel 嘅咯。啊，不是自己呢？啊，你 I think 舊年Tiang啊嗱。哦。佢UUM 嘅做 project。有。OK，我去大嘅 hotel 本咯，然後即做下咧是去桃花貴咯。去桃花啊？哦，佢冚去桃花啊？嗰時我個位佢哋去，แล้ว佢哋本身是嘅大人嘅，所以冇大 hotel 咯，我一人大嘅咯。我一人大，阿妹我開會啊，佢間 hotel 會我開緊了咯。所以阿妹我瞓醒嘅時，我看到伊嘅可以開冚嘅我大間嘅位，所以我當時我是大間會派。然後我就叫樓下拍電話落去咯，我就見會派人哋就嘅哇，會咁樣就攝咗。所以阿妹啲人嘅看是都到了冇辦法。所以 OK 我冇關係咯。所以我下 OK 咧，咪見到應該是 maybe 伊 OK 到對嘢是10 to 7成咗冇關係啊。咁啊 continue 困咯，困方面實嘅企在勁嘅時候，都奔住一半，佢嗰度冚跌嘅時候就跌嘅啦，佢冚。喲。Tiang luôn quá. Nó chiều cũng béo bằng nhiều. Yo, 好唔就直頭出來裝這些嘅。我調出嘅，bằng得出半嘛。然後佢嘛出來個口，我就會水冚嘅。哦。佢都對水下哦，continue 都係了啊嗬。關係高仔嗰度冚位，所以咪講嘢 OK bằng係了啦。OK， 出來你我就對面做抄話咯。我這是正大嘢了，本正可以本正大啦，對面咪做抄話咯。哇！我就打幾罐車嘅事啊，我並出俾錢嘅了未講。喲，成條疤咯。哈。喲。冇影響講可能疤咗係咩？但對感覺講成。聽啊。成試啊，嗱並出俾事。喲。我 friend 都未話攞咪數，攞出幾錢啊？我冇啊。你講裏邊就正啊。喲。我半啲位變正嘅嘛。你講把件子咁解，個價正。所以後，呢隻名我講俾我，嗱冇話件名佢哋做盤晒。點解咪做？講佢哋做盤啦，咪每一隻啦。所以佢做盤咧是問係講咯，講佢聽佢人講自己學掉就垃圾。哦。你講唔使講話你讀好話讀掉。然後我見計講我度隻棒咯。你係 friend 講啊，佢話對人有陣時啊，我 friend 講，哦，你邊要度一隻棒啊？伊幾邊棒咧，我都揸半我陣時，個有時候是講，有人掉到底係學掉棒嘅做實事。能做實事。嚇，好彩冇聽到奇怪唔驚。嗰時候你見到會，所以你冇講就恐怖啦，只見到會冇講就恐怖啦。我感覺個恐怖是小畫面性嘅咯。哦，係啦，你個叫你咯。我 try to 吹咧Tengku Kudin一個叫 Istana Tengku Kudin 喎，我唔知，但係吹佢，咱 try 看吹 Istana Kudin， 看告訴咪咩 related 嘅？Istana 這都唔是 Istana 嚟？唔是啦，呢唔是上朝所在咯。哦，我想誒，特別有可能是上節嘛，Tengku Kudin 門啊，佢哋是喎。但我隨看 history is上節嘅人嚟，但我看係100 tahun terbang milik Tengku Kudin bukan raja bersiang
bersatuan sejarah ha. Istana terbiar berusia.这不像啊。是这大老晒。哦，tapi isi siang di Tengku Kudin oh. Ini siang dia lang Di yang kepala batas. Bukan istana oh. raja bersiong. Bukan istana raja bersiong saya misu. Sebagaimana Luang cái là bị luang sejarah form 5 về chứ con của ấy thì Raja Bersiong. Bố là bố Raja là Bersiong uwe wa thak esi uwe. 一關係加咪泰國嘅嘛，佢唔只走去 Thailand job something 嘅就 Raja Bersiong。伊條相啊，係就。你條拍正是條相啦。Raja Bersiong。我是 bersiong 是 tersiong。Bersiong si siang lang. Tanya, siang kami istana tersebut adalah kepunyaan Tengku Diauddin Ibni Sultan Zainal Rashid atau lebih dikenali sebagai Tengku Kudin, Raja Muda Kedah ketika pemerintahan abangnya Sultan Ahmad Tajuddin Mukarram Shah pada 1854 hingga 1879. Istana itu bukan sama sekali milik Raja Bersiong. Raja Bersiong tak wujud dalam pemerintahan Raja Kedah. Macam sama ni lah ya. Ia hanyalah satu episod dalam hikayat. Ha? Hello? Ada hana wa be pai lo. 不可能我真搞誒，諗問超，我真搞誒。我等陣我tak sangat news tanya. Istana tersebut katanya dibina Tengku Kudin selepas dia dipecat abangnya kerana campur tangan dalam hal ehwal negeri Selangor dalam perang saudara Selangor pada 1867. Kami awana news. 我但是對馬來西亞在去報告新聞哦。tapi ia cu ha si cucu tapi si quan hệ cái ông quan hệ这是伊 summer house is a holiday cu han到底Penang嘅我哋當然我 intrigue 啊咋我俾佢吹咋實際發展 Raja tapi 伊咁是 istana 喎我是不在cucu是Tengku Kudin咋Tengku Kudin ni cu lah episode kita Tengku Kudin ah tapi Tengku Kudin of Kedah. Isi kalau isi Penang eh. Si Kiann lang lah. Si Kedah lang. It sound like Penang because Thai got my siwi th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at. Oh, sih. No. Ibin. Ya kan. Nak sejarah otak sele. Wah, sejarah otak dia. Wah iki. Okay, dalam kelas sejarah, tong kita tak ini buku ada buku nak tak kan? Ini pun cek. Nama yang menjadi sebutan rakyat jelata di seluruh pelosok. Ayo, tanya aku expand. Long kuat dia. Ayo. Dia bang tua lah, pergi pian noi. Ini tahu expand mana long kuat dia. Oh shit, I think 我變咗佢哋我 full screen 嘅時候，我 full screen。我就是等下你變咗 full screen 去。OK， 唔係叫我 full screen，特別我撳即係 share screen，然後我讀可能聽，嘢 story 上面，我 full screen 嚇，當聽到我個。Namanya yang menjadi sebutan rakyat jelata di seluruh pelosok. Walau ada yang belum pernah menatapnya tetapi mendengarkan namanya sudah cukup menggerunkan dan disegani. Menggerunkan saya misu. Saya kompor, saya tak kiai. Ya disegani leh atau segani si ho eh. Oh respect. Tengku Diauddin Ibni IBN siapa ya? IBN Sultan Ibni ya. Saya ale ong ya. Ha, dia Ibni Sultan Zainal Rashid atau lebih dikenal Tengku Kudin adalah no spelling Tengku ke Tungku mu ya saya. Adalah seorang putera kesultanan. Isi ongnya ya prince katai prince. Oh, beliau dilahirkan di Pulau Pinang pada tahun 1821.
Tengku Kudin merupakan seorang yang mempunyai pemikiran terbuka. So, it's progresif dan beliau dikatakan terpengaruh dengan cara hidup Eropah. Also, it's westernized dan mendapat pendidikan separuh Eropah. Okay, tak educated di Europe. Nenda beliau adalah Sultan Ahmad Mingkau Ting Tong. Tengku Kudin pernah dilantik sebagai Raja Muda Kedah pada September 1859 semasa pemerintahan kekandannya Sultan Ahmad Tajuddin III. Walaupun beliau telah dilucutkan daripada jawatan itu, sack lah, 1873 atas alasan terlibat dalam perang saudara yang berlaku di Selangor. Ada yang mengatakan bahawa Tengku Kudin adalah orang Melayu pertama yang memakai cermin mata. Oh, okay. Beliau pernah dilantik sebagai Raja Muda. Kita pernah tak tahu ama. Dia, isa, that means you kuan hegan. Dia kata Tengku Kudin mangkat di segelugor Pulau Pinang. That means isi totiha pengsi ha. Ihat Kuî-tshù lah. That means betul aku lah. Jadi si gelugor. Sila gelugor lah. So itu dia mangkat oleh Bengma dan telah dimakamkan di makam di Raja Langgar Alostar. Tengku Kudin meninggal 3 orang putra dan 2 putri hasil perkahwinannya dengan beberapa orang wanita. Oh, kunalio Raja Arfa, anak-anak Tengku, beberapa yang kelihatan. Sejarah awal Tengku Kudin adalah seorang tokoh yang banyak melibatkan dirinya dalam pergolakan politik di Selangor. Oh, ini involved Selangor politics. That means maybe ibu terbuka siapa wabu. I mean, of course, the paper dari sejarah ibu siapa. Siam itu. Tengku Kudin menentang Siam. Jadi kau tak mahu jawab apa ya? Asi Huann讲嘅。話講嘅，伊了到尾係對上地了，伊人咪係對 something like that，我覺得做佢 paper on 伊嘅。Tengku Kudin lahir ketik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Ahmad Tajuddin yang memperlihatkan hubungan yang tegang antara Kedah dan Siam. Zamannya Kedah diserang dan ditawan oleh tentera Ligor Siam. Baginda yang sedang bersemayam di kota Kuala Muda sempat mendapatkan perlindungan Inggeris di Pulau Pinang. Oh, kasi tadi take shelter by British tadi Penang. Akibat perjanjian Berni, Baginda terpaksa berhijrah ke Melaka. So, dia pergi Melaka. Serangan-serangan dari darat dan laut berterusan untuk membebaskan kembali Kedah. So, is diketai, is tadi shelter tadi Penang. Dan saya harus Kuî-tshù iye. Elang cicit begitu tu Penang Malay lo. Ha? Penang macam tak. Oh, okay 了，搞。So 人是在講，人別人是在講佢哋Tengku Kudin是Tengku Kudin嘅故意告訴人嚟使搞講。這個是一邊咯。OK，明白啊。Tengku Kudin，這係咪叫Tengku Kudin呀？了，個話別嚟，咪Tengku Kudin嘅故意告訴佢先。我開，我個驚就係講唔知大粒頭，我開冚咗一聲叫。嚟，講就對。每項毛菇告訴我。毛菇。有啦，但係你講幫酒嘅。幫酒，你講你酒轉出來嘛？古早咱讀冊嘅時，咱喺吉隆坡第興嘅 disco 是係咩名？天上人間不是 F 頭嘅，咱90年代 Fantasy 冇啦 ，Fire 啦。哦 ，Fire 唔知我未去過。你捌去？我未去，我冇聽嘅，定到我只怪。哦 ，OK，KL 嘅 Fire 正出名嘅，90年代是真正嘅嘢。咧伊個toilet嚇，for 咱打波嘅嗬，真正水嘢嚟。了咱徛了幫酒，唔是迄個一粒嘅 cubicle 嘅嘛？伊是跪拜，跪拜咧，伊是玻璃鏡來嘅。哦，我聽過哈。伊是鏡，伊是鏡還是玻璃？鏡來。所以看到 mirror 咧，看到呢個幫酒，佢看到嗰個人嘅咕咕叫，哎呦死！對。吉無吉利，是真正趣味嘅。特別伊有水流，所以望看袂到嚇。特別頂到時都愛
flash 依家會鬧嘛，冇 flash 時就未鬧嘅嘛。所以特別你這是公司嘅，看到嗰啲人係自己一人 individual 嚟。冇幾擺嘅。要我買咯，我小 self。係咯。แล้ว估嘅啊！下邊咪講句個知道我律師部啫特別嘅講句講咩？估真係曉愛看人估嘅。哦，係啦，我知。係咪都知？係。冇แล้ว OK แล้ว3點幾4點แล้วหมอ差唔多愛冚點แล้วแล้ว我幾班人啊4 can 5 can 啦หมอก็โอเค啦佢到 town center 愛換 motorbike 對個 terrace 真係遠嘛佢真係แล้วหมอ去幫一撥油先啊แล้วหมอ對啊咯แล้วหมอ去擺แล้ว擺嘅啦擺แล้วไป去幫油啦即係人嚇就擺對4 can 5 can 但係邊會使行8 can 嘅一隻跨隻長嘅แล้ว行啦去看誒那水條面頂有4條蕉啊，就有5條蕉。其中一個有5條未使咩？冇，你看人頭都是4粒頭、5粒頭嘅嘛，都冇。俾驚會看到4咧、5咧。嚇，不是徛到擺到去頂位買一格。所以你不看到幾爛蕉看到啊？冇啦，就是因為伊可以唔是講真係 bright 嘅，就係啲咩啊個orange color，安尼看 B， 安尼看呢。我這新嘅 topic 嘅名啊，爛蕉龜。阿龍排除咗下爛蕉嚟啦，嗬。爛鳥。有講過你聲個對啫。我講得有人聽咧，真係。哦，撲機落閪，哎呦死，我就閪。了，你講啊，你冇嗰啲人，I mean，嗰啲人會水啊，嚇，嗰啲人本水啦，了徛每一間呢，依度奇怪，講看邊，啊，即係講嗰啲人過來，看我真大是唔是？你見尾結果唔是，你結果另外一間人徛了喎，冇啊，都冇人啊，把鏡內面有一個線半線呢。佢都看未到頭嘅嘛，都看到伊個巴肚，伊個 gas 落去嚇。誒，做嗰時人徛喺頂卡更幫住。哦 ，maybe ref，是無人咧。แล้วกระลัง看到啦，攏死人㗎啦。嚇，看到啦，掂啦，咩轉頭啦，超無聲，啦走了。話迄邊真係看得嘅，地方是 fire 真出名嘅嘛。我梅浪先到底得落去，我得落。Istana Hotel 阿妹迄邊嘅。我表哥到那邊做工嘅位，伊只那邊只垃圾，特別伊只我未記得到啦。我想未記，特別因為是伊講伊個電梯往時，你等電梯啊嚇，你等愛落啊是你樓，伊特擺是去樓去，不落去 basement 嘅位嚇。Penang 嘅是 KL 我未記得到咯，特別那邊有淡薄有啥，你那邊所在淡薄無咪，像有叫雞，有雞有咪無咪好，無咪啥，伊較拉無好事所在對啦。然後伊個 office 到底那邊嘅嘛，然後伊個電梯嚇，伊當時你用伊電梯啊，伊一頭你要去 ground floor，伊未去 ground floor，升落去 basement 咧 basement 無好咧開掉，然後你咪啊等者，送嘅冚一個就起就對。你對面行出來咗？嚇？你對面行出來咗？你喺邊行出來？有一個人到邊行出來啊？我係你看點紅飲數字出來啊！你數得出來個，你個同樣就係驚，我哋驚自己開掉嘅時候，肯定是你聽到聲啊！我聽到clang。就咧成日bot 啦，自己拿係 bot 呢，land 住嚟電梯，哇死下死，走佢未走，走出去佢驚看到伊，然後係起個頂每個未冚，哇我驚，哇幾冇會撐到驚，係啦，我想話，你那時講一直到你一頭一鬼衝出來嚇，我就一頭衝出去咯，然後你
無衝入來，特別你物件先風吹入來啊，是撥入來啊，是物件條紙背入來是，你個唔敢走出去喎。小意啊！但我冇學嘅，我冇人看，哆來咪你安怎做呢？你那是你去到這 basement 啊，你厝啊是得落啊好，你一條路去你 basement 咧開咧暗哦，你看唔到半行嘅，特別你聽到有隻你成日你細講嘅精就喺邊彈 ，cling 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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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然後你一特冇你銀紙咧背入來兩紙，唔係咧，我喜安怎做咧？你 reaction 是安怎？走啦，安怎走？你安怎走啊？哦，你等就被控制嘛？你一直頭伊到。伊等推你等是要去 ground floor 嘅咋？你日日落去 basement 咋 ？basement 咧是你等未等。我咪要驚，我驚。嚇咩？我捌拄着呢經驗。嚇講下。拍星波啊？我朋友都拍星波啦，我去出去嘛。即唔是講即橋啊，啥物啊？是即舊家我直接去伊呢個去樓頂嘛，出嚟嘛。你聲個在，你聲成個，攞嚟聽你聲咧，可能講咧喎。哦。我聽到 OK 哦。嚇，當然好啊嚇。所以我去咗，所以阿妹去吹，所以我一見你嘅時候冇人㗎。所以我第一會看嘅時候，伊會冇嚟見看嘛。你第一會看嘅時冇嚟見看嘛？所以就做啲風啊，吹嚟啊，風吹入嚟。我跳咧，我覺得聽唔到啊！我聽你講咩哦？一聲，伊是你是伊電話，我佢做咩來？是唔是 Android 嘅電話係咯？伊用 Android。Android 有咧 Android 電話有咧 Android 有啊無未必個了誒。伊 software 實是伊唔知做咩事啊！伊做伊聲成個講嘢啦，攏聽到，攏別人聽到，你看唔到？伊聲叮叮嘅聲。伊唔是你未巧，但你是伊 software 做哩，我睇咩接傳啊！啊，點解啦 ？OK， 咱今日人 mute 看，看伊嘅，我 feel 到伊成日聽到聲是伊 cancel 伊聲是 something 嘅。伊細聲。OK， 咱今日 mute， 咱今日人 mute， 咱嘅聲看，伊講下嘢。OK， 你講下。OK， 我講我去拍正波。了 ，OK， 來講。所以講話咱個咩廟？嚇 ，OK， 你講嘅時咱 mute，OK， 今日人 mute。OK， 我去拍正波為時。所以我入伊個禮拜了，有一陣風吹來咧，托下背喺啲銀紙燒咧，銀紙哦哦。誒，迄站嗰時馬路甲塞七過呢，知？馬路甲塞七過呢，了，哎呦，我看了後啲紙啊，我就想到喺啲香港嘅戲咋，喺香港戲講嘅，反正lift入面啊，有隻阿姨騎了啊，你看到咋？我就比較袂看無啦，我盡量騎架地背啊咋，所以。去到我15樓，所以我去到12樓嘅時咧，嗬，你邊冇得開嘢，然後有一個人問我起嘢啊，呢隻姨啊，問我起嘢啊，哇，個呢隻姨面一隻嗰啲 ，OK？ 哦，即係到啲樓裏面都幾樓看到阿姨。我到12樓，然後15樓，所以呢啲呢。3、6、9、12、15嘅咋，伊唔是講1、2、3咧無嘅咋，伊將2、4、6、8，但3、6、9、12啊，你看呢咋？伊呢真奇怪嘅，所以佢哋伊只開每一隻開字啊，你以為話，即係你是起嘅是落嘅，我伊啊起，我頂每個未冚到咋，我佢伊面真係個啲，我看啦，人係所以面真個，伊是人嚟邊邊嘅啦。又計個呢個驚呢咋？所以第一嗬，一落去有個表，都對我落去。你搞啲咩？喲，恐怖！因為條人嚟講，你唔驚嗬？嗰陣時。maybe，我上次香港嘅戲嘅時候แล้ว所以。伊成日喺羅蘭嘅喺裏邊嘅嚇。冇啊！你再講曱甴就出去。
一隻老姨，伊媽生姊妹到啲呢邊位啊，可能下晝就係人嘅啊，我未見咩戲啊，我仔有出場咧戲，但啲面差唔多就是女一頭毛 Q Q 白白可能。哦，所以攞住我嚇，我哋啦，以我想嘅咯。即係唔是 ground floor 嘛，是唔是？啊，唔是，到12樓佢訂，I think 伊要坐 lift 落去，但是伊訂就起嘅啦，所以佢哋唔會開咯。哦，但是都是 ground floor，都是好潮咧。這是但是 ground floor 講 IKEA 落。哦，我被落一地，哈哈哈，我被落一地，18層嘞，你啦，係特別我講嘅就是你看到到底吉隆坡有一個所在垃圾咩有先啦，個另外一個啷出去啷出去大陰比係邊個吉隆坡？陰比真係垃圾咩陰比？我唔捌大，即係冇人到真係我咪聽陰比，人來使講啊，當佢即講了，來使出聲，但冇嘢誒哦，不當是人知啊，嗱是別人就講成定啲。哈，豆嘅，微微娃娃定住咪上，定住微微娃娃是鬼出，我聽無咩掉，伊講伊成定定嘅呢。會啊，所以不知人即原來 Android software 特別 software 可能就是個人袂使出聲。mute 㗎了。哈，個人 mute 個了。แล้วก็จับปูหัวหิเรื่องติง當時講最啲老師最啲老師หัวหิ係จับปู啊？哇，หัวหิ啊！你講你聽的 music 嘅時候是如何？聽人唱歌。哦。แล้วไม่聽啊？嚇，你冇聽過啊？我冇聽過。你講下，佢講個知道。佢幫我畫車隊。啊，特別驚 ，sorry， 特別驚叫我做乜事？別走啊！哦 ，OK，感謝啊，拜拜。嚇，了。嚇，嗰陣時冇，唔是嗰陣時，maybe 一年前啦，我畫車隊是，我都冇到 friend 嘅嘛，愛畫車我是用最啲落，because 是個水有條長款，我所謂朋友啊就嚟我坐一齊隊咯了。On the way 去嘅時過最啲落，嗰時 I think almost midnight 啊，就1點幾12點半，個朋友就陪我隊了，我啲坐車傾偈了。because 我開 radio แล้ว聽唔到我 friend 講話，所以我冚咪radio 起來，แล้ว我就佢講 ，OK， 你可能聽到，แล้ว我看一半時，我聽到人唱歌，但冇 background music 嘅，換下歌嚟，แล้วBila larut malam suasana 雜波聲就冇啦，แล้ว我就咪講半行，我咪 continue 我就經要走 from 嗰個 area， 因為朋友都同我講有人唱歌，因為唔俾佢簽名，我講咪佢講了啦，你看物件就是你唔 understand， 如果是伊袂曉 local culture， 所以唔知。哦，是外國人嘅哦。啊，所以唔知我伊無 catch 到我，講住有人唱歌，你我講咪講了，你我講唔敢看 rear view mirror， 後尾有人射我，唔敢睇頭前。我唔敢看邊啊 ，maybe 背到邊啊，上面咯，看頭前佢哋走 away from after a while， 伊無唱。哦，rồi我猜無巴黎咁波。對咯，咪咯 ，after ever since 我冇用下邊住啲攞咗。我暑假用去邊攞？唔係阿妹咪用咯，我玩咯咯。阿妹唔能用。哦，這是買我其他物件。啊。但是你人有穿 cross 嘅，或有辦公嘅，人功夫嘅。嚇，多超嘅。你 cross 就係 bless 嘅啦 ，OK。唔是上個買了夾嚟穿，係 bless 嘅啦。然後你掂落去你車入邊。係咪掂落去啊？掂落去。你係你車入邊啦。So 你 cross 嘅，你 not necessarily 你 display 到啲你 review mirror 嘛，你 just put somewhere near。現在 anywhere 你在車度嘅啦。啊，無你嘅，但是你有紅功夫哦，有保護哦 ，anything 你 just 係你嘅 dashboard 入邊。OK。嚇你鬼唔是 Christian， 你冇白本 anyway。
有安尼啲有鹹嘅嘢嘅。barrier 啦。是我咩無相 religion 呢？有一種係貴，迄個貴伊就驚咧。呢成啊一種係鹹，成啊你馬達冰，你唔是即你無去 deal 伊嘛，你無去查出來伊嘛，你 just 你想起 barrier 就對啦。我無想到 happen to 我咯。哦，係啦，冇啦，就是人去想到。人看，你來車個咧無下。路人看車，路人有車，路人車內面無這物件啦。我車有啊，我車有，特別我車唔是 Gross， 我車是咧 Saint Christopher 嘅。哦 ，Saint Christopher 是一個想搞 traffic 嘅嘛，想搞 travel 嘅。咩？搞 travel。Saint Sebastian 係咪？你對 bless 係啥無？有啦，有 bless。是無 bless 無用嘅，你對 bless。你阿無歡喜你知道你去行只陽光湖，還是只 cross 要去行個知道看個有咯？買咗啦，小啊條啲去滴你。冇你落掉變得學人 live 掉啦，係嘛？我買，我只驚咗，我上半驚咗。歡喜為啥未歡喜暫時幾點喎嚇？12點咯。就係咁貴，我只背แล้ว我 Queen's Bay 嘅咪我 friend 啦，แล้วเจ้าวางจะสิมันจะก็ลิมิตกันลิมิตกันอ่ะก็ตัวเนี้ยแล้วก็วันเดียวขี่บัตรฟรีตัวชูactually 我是人咯，我自己唔驚，我自己唔敢。驚我聽人講你 sorry， 我成日計驚，你講冇上線就。我佢聽人講最老貴嘛，你都冇上線呢。歡迎做工位咧有無？做工位聽到咯，冇看過啦，特殊。要講下真係聽到未？冇看到啊！我嗰陣就轉做嘅工嘅嘛，了。報計有。最貴。人劇師啊嘛，老仔。講你插花係你插花幫嘅啊。啦，了無即個是 recently 呢，即係指 show 話伊個轉front office 嘅 staff 咯，樣成日一個部門啊，了辦公咧樣就起係咧。因我一個位啥 for crew area 嚟到啲 outside deck 嘅位嚇。哦嚇。因佢邊位坐啊咪傾偈，你咪記講話。แล้ว唔知 I think somebody 嘅 farewell 上面啦，แล้ว做แล้ว就因到啲成規 group 咧協調應咯。嚇。แล้วมาจาก post 喺 Facebook 嘅時講啊，邊係人係咪人嚟有啥？依家你看有。你看到是只阿摩打波嚟到就。成個人協上應該係佢哋人貴利斯，依些都冇偷餅可能。所以我只 show 我哋 picture 啦，咁看俾 post 喺 Facebook，แล้ว我看到咯。我聽到捌講過哦，是陪講嘅是一句啊嚇。即是我嘅家己人嘅時陣，我當今乜只老啊，就冇咩記啲啦。我講幾個時陣時，我冇落起來，我就未記啊咋。我問未記。有一個伊講阮是準嘅嘛，就啦嚇。somebody 驚我爸朋友嘅是，哦 no， 就我未記啊 ，sorry， 我會記，我捌講過啊嘛，我係叫 somebody 嘅驚，還是伊嘅哥，還是 something 嘅人，伊講伊去行船咧，伊去到讀冊咧，是讀行船咧。有時伊去行船咧，是頭一次去行船咧時，伊就叫伊就 captain 就叫伊落去伊個 engine 嘅 room 嘅位。แล้ว伊爬咪是一直樓梯，你看等嘅鐵，你看樓梯入邊爬落去啊！你就落嗰就落到去邊個來時，看到一人一個白阿伯，然後就看到伊，你知道？你一下條車鏡就直頭爬去咯。แล้วสิอีบัตรที่จุนเท้าแล้วสิเสียงจะต้องไม่บอกว่าจุนเท้าจุยแล้วฮะจุยเกี้ยสิจุยโกเลยแล้วอีตัว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งจะตัวอีcontrol deck 嘅是唔知叫咩咧จุนเนี่ย滑จุน那邊位頭前อีตัวที่จุนเนี่ย頭前嘅位啊冇一跳嘅位也是到落頂面先看到一隻鬼咧，他們掉到下邊咧飄着伊很似啊sampai mai tak iche atui i imsi i條惡講。係 cadet 嚟嗬？唔是 cadet 喎，意思是唔知是什麼。為什麼那踢車那去嘅？
無伊毋是讀一讀了了，伊是即條 sport 伊條 sign contract 㗎 ，something 可以去讀了嗬，讀了是伊條做工 contract 就要做工嘅伊做咧，嚇，咧伊當然變咗條 break 伊 contract，because 伊唔敢到對去做工啊。住啦嚇，住即是住你甲我講啊，我想袂起住人誒，我爸親身爸你唔識，我爸嘅朋友嘅哥㗎，還是伊是 Asian 嚟本身喲，到底新加坡誒，住啦嚇，我想袂起，我哋當時如果你甲我講者，我而家當然冇記啲，真係差咯，當然記啲。幾個數咪會記得好咯。我會記，冇幾個我下面物件我未記啦，幾個數未記，咁都未記，是講幾個數未記啊，較難聽嘛。驚啊！至少就是。我未啊！我當然我未，maybe 我是未記啊，我冇記啲啊，所以我變做冇咩驚起啊就。你病哦！我唔是病嘅，我未記起啊！我真正要驚啊，時我想袂到後面物件驚。我細陣時冇人驚，我做來做驚。哦呀，你聽邊個學嘅告訴是聽得驚嚇？冇啊，唔知我 just feel 就驚，我咪拄着啊！佢做細陣時係 I hope I 看到，別看正假嘛。哈。然後做來做多下呢發喜，咱若是講你啲行條嘛，你 cruise 行條，咱若是講無貪白啦，咱若是講有人佇內邊可能靈動點去啦，你伊人安怎處理啊？哪有靈棒誒？要靈棒嘛，你無插花嘅時冇插，伊就是燒迄個路度啲船會買迄個。一個 bouquet 哦，你 girlfriend 啊，你 boyfriend 啊，伊人死時人就搬個咧畫出來啊，然後就燒佢哋人就企喺邊嘅。哦，所以伊是係花，就是會欠用掉時就夾出來啦，呐。有啦，佢哋搬個咧出來啊，無等隻花沉死人咪白燒咩？哦。船應該真係少啦，啥船嘅太貴嘅，我聽過有一個房間嘅嗬。迄個人客直直 complain 嘅喎，伊阿嬷即無咩上啥物物件做，伊講伊房間會使入4個人誒，伊甲伊某甲伊兩個囝，伊講伊人直直 Q 伊袂斷，困誒時直直 Q 袂斷，直 Q 袂斷，了伊嘛去無管伊咯，了伊是 I think 伊來巴拿馬 cruise 是2禮拜誒，了伊直直 Q 伊啊嗬，過 a few days 伊袂當伊去 front office complain，伊講毋知。伊未 explain 本來，伊講我房間阿妹直直叫我背斷，了 OK 咯，佢是 cruise full 未計換船，你就直接嚟 complain 啊，之後 after that 伊就起笑就伊逼斥啊，伊就嚟伊問阿媽咯，就 front office，了 after that 過一段啊 OK，next cruise 嚟，喺你人客本是 complain 上未見上一個房間，上一個房間，我朋友做 front office 講，伊講要死喺你房間，規隻 Q 人背斷。哦，你想這樣知啦，到這個。了有一個房間，不是我未記到一個房間啊，不是看到 ，because 迄個規個街口咧，樣去一個島就，迄個島是啥是，伊都是迄個floating plane 咧，了規個 plane crash 規個街口死去。哦。樣少對內啊，頂但迄個是我聽過，我無咩記啊，好彩，我告訴佢了。我冇咩記得好彩㗎。但係我真好彩咯，我哋想未起。係啦，咪會記我就驚咩事之人。我哋想未起，直甲我講，你告訴驚，就你告訴我，我哋想未起。我有淡薄會記講，即個告訴你講過 break the contract。嚇，特別我未記講是直甲我講嘅，但我想未起鎖是直啊。啊，點我特別聽到啲叮當，但是講人在下面 episode 時甲我講，就我到啲聽下直甲我講。啊，別冇可能我冇講直本啊。somebody 嘅歌啦 ，somebody 嘅歌嚇，注意啊嚇！你看到佢 anyway，continue 講lui，你安怎伊你鋪你轉一個 family crash 啊？了，伊死啊嘛，了 after that，伊人講伊個 family 嘅鬼 still 對內 ，because after that 喺你講拍你房間啦 ，still 有人 complain， 有人有查亂咯 ，after the incident。所以我唔 sure 是唔是 maybe 是啦，但係有時 rumor 都在錄做一個公司講就係告訴你講，我聽到嘅。啷捌聽過成日講死去是把你個死去咧，人拍電話到啲嚟咯。忙咯，係咪忙咯？啊是叮當一句講講伊個波，啊是一句。即係隻股邊咧，好嘅，你誒嗰隻股咧，人講過
伊做工嘅時，咧伊人 phone 來，講伊無來做工嘅是 something。哦，我係是我講嘅啊，講伊浪車伊學拗，伊人上狗嗰邊伊幫拗嘛，你看到摩托擺啊可以拗嘅，線刮掉伊嘅，啊莫管啊，了冰伊擺了死去啊，你拍電話去講伊未來做工咧時，伊講伊落嗰入面物件搞大罵伊，哈哈，這我是笑嘅哈哈笑啊我誒，因為我會記一看，係你我就會記，我係 story 我會記嘅就是定人。我聽到阿妹落幕時講嘅物件我會記哦，然後當佢落幕過，然後我講嘅物件我未記。我特別閒時講嘅誒，因為我有隻字我到啲 office 位後，阿毛你講阿毛隻字本上線嘅咋？我咪就隻字冇上線嘅咯，人講我 superstitious 喎。是咯，有本啊，特別後我話曬，我拄到佢嗱看後，我 office 位講我講到隻 office 嘅物件。我 office 我心想你belum coba belum tahu 你講國中講啊你國中skeptic 咧嗬看到嘅事啊死啦驚死啊特別 skeptic 那國中嘅時候一看到物件咪是話誒即係奇怪真係 explain 嘅可能成個國中講你 teddy bear 啊你咪是冇驚你在 teddy bear 冇聽過 teddy bear 講伊去伊一個朋友嘅厝啊，然後伊朋友是你牧師嚟嘛，伊是牧師哦牧師哦，OK 啊，伊是牧師咯，伊是做你教你像 pastor 像 priest 咁樣啦，然後伊講伊去伊厝啊，伊老奴係伊叫伊入伊厝，然後伊講伊行去教伊厝時，樓頂就看到一個囡仔。咁即係佢超唔到啦，特別是你見到啲頂面就掉，因為依邊啊叫一個 teddy bear 嘅啦，一個 teddy bear 見到咯。然後依度接佢啊，伊接佢，伊講伊幫叫伊接伊厝，佢接伊厝，然後係老 note 係伊講 ，OK， 你確定來你出去找我，然後伊就講，誒，安怎伊厝有見到者，伊就行去往你去到伊個 church 時，伊就講，誒，你厝見到啥物啊？伊講無啊，伊講我厝都無見到。然後是一度一堆厝安怎行？我未記。伊白啲朋友。啊，對，我哋堆厝是一厝一代去下面大嘛，所以堆厝是一去樓頂嘅時，伊嘅 guest room 啊，伊困嘅房間有一 teddy bear，就是特別看到 teddy bear，特別有隻囡仔，特別伊教時，上邊看。英國位啊？英國位咯嚇。誒，伊就冇，伊講奇怪，真係未 explain 嘅，伊就冇驚。哇，伊好了咯！我對佢對厝嘅，但係俾佢個呀。誒，你會記哦，不知是人聽到這人講是，伊是賣厝，伊就是 broker 來厝嘅 broker 了，伊帶人去看厝，伊去迄個厝內面有一個幾條刀柄，就啲迄個紅線，就人講，會記無？未記驚。人聽佢，我都喺呢度是第接外腦嘅，我聽你講述未記。誒，你會記成個接腦嘅，你估個是啥物啊？定到講過。就是這個咯，唔知係咪人講。你知我第接腦係啥物啊？我第接腦就是親子講伊嘅小豆豆車死去咧伊個 driver assistant 啊，嚇！伊講死去咧，特別伊唔知佢看到伊大邊嘅時個仔，就只行，就只去佔個邊下面，是看人家 found out 報告講伊嘅浪車咧，伊是 assistant 死去啊，特別一個對了，一個 all the swap 個差唔多樣就這個。你驚啊？你驚？青子就驚啊！青子嘅。嗰嘢你拍golf嘅個。啊，拍 golf 一隻啊！哦，你 OK， 你成日計 mythical 啊，可能。係啦，成日你 Lord of the Rings 嚟嗬？嗯，我未記係咪人講嘅咩？係你幾條。伊是賣厝嘅，伊講，伊看人去看厝。你記喎？係你成古不正接袂腦咯。你看講者我該驚咧。嚇？係咪數？你看你視頻睇喎。紅線了。我看了咯。good luck。呢個就係紅線。係咪見到你舊年你嘅別有人夠你對佢呢？我你硬車係咪？哎呦，你有啥咪記啲啫？好，第一記掉只你阿龍嘅物件咯，阿龍嘅鬼教冇疼嘅。哦。阿龍車，阿龍是開始是困嘢啦。呢個是我計講我哋是冇聲是困。阿龍嗰個車啊，阿龍。
我困去啊！你睇你阿龍講佢哋故事啊，講伊你夾毛藤，伊是唔是講伊頭一半是無嘅吼？哈，伊捌講啊哈。你捌聽過迄個 Dear David 哦？你去看 Dear David無伊都啲 Twitter 會做嘅。好啊！你去 Google Dear David，想個阿龍嘅故事誒。Dear David 啊，Dear David Twitter 啊咪？我是減一半頭誒，我驚咯 Twitter 啊，你去，咦，我學你這裡我唔敢 click 啊。Dear David Hawks 啊，先 Hawks 啊。伊人講是一記頭 start 一陣，伊嘛呢個人係咧。Oh, proof that Dear David is。我是記我是講嘅，我看到，我記我係咧。伊後尾當我錄看故事誒，頭伊先甲你講，伊就是伊 document 講蝦米嘢 happen to 伊嘅 apartment 咯。哦。然後伊放，伊講啊，人就是對咯。然後我看到伊故事上條阿龍嘅，伊講伊幾個頭是減一病嘅。冇正講啦，這裡好啦，看到。呀，這裡好。快啲！伊係 video camera 翕啊，問開起來我看。伊只囡仔呀，伊只囡仔呀。伊就是囡仔有頭一邊，伊頭一邊破起成阿龍嘅 story。我看到，你看到。點呢啊？冇有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伊是用伊嘅 CCTV 錄出來嘅，伊講。So I was alone and I was so tired. I would just come back to sleep after I exhausted. Feels I'm used to. I wasn't maybe okay. Oh, na ko busang ginana. Busang tiao. 伊就啲舊以為咧，即係伊嚟看，伊嚟。嗱，看。等陣我俾佢 present to everyone。我，你好。你看到？嗱。睇 story 啦。Tapi 伊頭嘢係一格咧，即係上面我冇看到一條是得得咯，這是真啊！我 minimize 到起嚟先。嗱看啲毛係啊！嗱翕啲毛咧，看到，了。毛管層。video 嚇。status 一嚟睇。嗱伊鳥，伊講伊鳥是到底每一看。即係是 movie 嚟，噶是唔是真故事，我唔知是即係一個嗱，伊畫伊頭，伊哪一格咧？伊講做夢學醫生頭嘅時嚟查論嘢，伊就做夢嘅。哦。你每講女仔每攞嚟 question， 每揾攞嚟 question， 伊幾個講女仔每揾攞嚟 question 嘅。哦。我你係啥？你甚呢啊？弟弟妹啊，攞到死啊！咪鬼看咪嘅。你要隻 video 係看到喎啊？還是看到冇帶電檔？我唔知喎，不如阿妹一點半我冇可能看。我 play 我當然 play。I'm Clifton Lee, I'm the editor-in-chief of Fortune, and I'm a judge on a number of journalism awards. But I really love the Bible because the focus is on rewarding, and acknowledging, and celebrating journalism. 嗱，看，我啥物？攏看到。伊個出嚟 up next 個註銷。你看你講伊哦。冇，哎呀，有。伊請講伊叮當。伊嗰陣時講我看到，我驚死去咯。John，都搞到唔見到個無上線嘅，你借你嚟。冇那時我自己親眼看到我驚。我去買我 clear cash 去啊，可能是。我其實驚，對驚，但係你坐掉係，第一驚就是你看到伊個頭殼，就我個 camera 有毛毛，可能係我第一驚。可能是第二啲，我唔知做咩事，我看到幾個關係甲幾個物件，然後有毛啊，我就真驚，感覺真刺激。我嘛是真驚死，我老當佢1點半。我就驚上面，伊成日有時差唔多咪落陣時講一句，我第驚就是成講你吹，成日你搬進厝啊，是入來厝，上面你扣物件，是看到一擺頭髒啊，是安哈。
啊，你驚，你驚。especially頭鬃等人會查某鬼嘅喲。一百隻頭鬃啊，是囡仔有手氣啊，你知有人鬧手氣呢？細漢時啊。嚇。誒，講到手氣，我講唔聽隻吉利咪講來聽。講啊。OK， 我即唔是講係個鬼啦，特別隻吉利啦。你知我知道我掉車 accident 啊，我朋友就我冇到白，因為 accident 你知道，然後我就開始十幾歲啊，中學時，然後我靠到我係卡咯，然後我係正邊嘅卡邊線喺邊頭前嘅邊啊，馬上邊度靠到隻大地，差唔多18關嘅大地啊，你看啊，其實第8關咧，然後我就hills咧後尾過啊好咧是伊個屁度落咯，你落咧咪是跪地，然後度第300關成個8關嘛，900關，你乜唔敢合格喎？喲，嗰啲啊！我唔敢合格，我感覺啲成個，哎呦，佢出面咧大地嚇，一條啊！冇，我唔是講成個 attached to 我 emotionally，特別我是 feel 到伊跪大地，然後就一朝看到屁咧大地嘛。有你幾件包？伊唔是錄一地錄，你就一是跪大地錄出來嘛。然後我咪是笑掉咯，係了就然後係低掉咗。然後我咪是想講 ，OK， 照佢嚟咪做紀念嚇咯。然後就這事啊，我就我就叫嚟看，所以就點樣 desk。成日睇啊！然後我就看到時，我看到，誒，這是後面嘅叮當咧喎。哎呀 ，maggot！ 我哋看落去，伊唔是 maggot，because 伊大了，伊是什麼細隻白白菇啊，什麼伊是嗦，嗰隻嗦啊，細隻我嗦搖咧，嗦我咁樣合格嘅是。個小解你講你咁針，即係每隻，你搖你笑噶，你夾出嚟看，成白白聽落股嚇。啊，我未記咯，I think 成個唔使是有幾節呢？可能喎。我試過記講怪估啦，唔是成講隻誒了就看到啊！我試我 touch 嘅時，我係到我 touch 嘅 desk 嘛，因為我有時我會夾出來咧，可能叫嚟看，因為看呢時間看到一叮當，我知道學得到。It depends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哦，看佢 dry 嘅時候。No, it dry, humid, location 全係一 factor. 上個 okay, this is just a side track 啊。上個我古早來這邊讀冊時，上個人會點聲轉類 relate 啦。人會點聲，咱來這邊讀冊時，愛買 Asian 嘅物件真係艱苦啲。because 無攤賣嘛，無店。所以真係一行個了，我就是燒掉。拜，無我對佢我有教我你講 OK。你下面了，咁咧掂落去伊個 FedEx 嘅 jumbo box 啊，然後就慢慢寄來。然後規個 jumbo box 寄來，所以嗱一開嘅時，入邊我真係真物件有當然肉啦，有巴厘啦，有下面 also， 所以我到啲當嘅時我唔會燒嘛，特別 dry 嘛，所以我燒掉我嘅 drawer， 我燒掉我嘅 drawer， 成個我嘅巴厘，我燒掉 drawer，after a few months 時，我講。看呢，就是我一粒，哎呦，生豬菇來食伊個菇咯。哦，規禮拜我點下家己咯 ，because 伊個 condition 嘛。So it depends on 伊個 how you store 伊個 condition， 你 airtight 無，你 location and all these things。伊個菇啊，是伊 already 到底伊巴里有嘢，你伊發出來，個係是伊菇來 attack 的。所以你發伊巴里有嘢。eggs。哦，要我咪食巴厘啊 ？Because no， 唔是 even B 是啥，大行是啥？伊人有生伊個 eggs 到底伊個物件。係咯。了你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 伊發咯。係嘛？咱食入去啊，係伊會生到一百多糖哦。係啦，是啊，係啦。No, even FDA 伊拉有 certain percentage 嘛。哦，80嚟啊。上個你買 those canned green beans 喲。伊人 out of 10 pieces of green bean is acceptable 一隻攞隻菇嘅。哦。所以伊拉有 certain condition 嘅。protein 咯。So for example，這邊 US 嗰時你買有大嘅 fruit 上個 dragon fruit 啊。都是買 dragon fruit import 入來嘛，
就在这边伊朗 import 就来 dragon fruit 的时啊，伊朗用 radiation treatment 那种。哦。That means 伊朗用 radiation to kill 伊 whatever that is 掉就是。OK， 我當面小蛋，我另外一個 topic 是北京。北京都對嚟另外一個 topic 是對北京。我認真呢邊幾個是暫時講嘅一邊先啦嚇，我嘅幾個聽眾，但係走去就一了，但係走去了嘅是到北京咯，大毛哥了。但係你講去卡拉 OK 有去 bar 有去 all these things 有物件 all these things 啊。我 wanted to add 啦，有但是唔是貴嚟。我是咩都馬步？係咩嚟？有但是上加都是地基物件咧。地基物件唔是貴啊，我覺得叫做貴啊。但是我冇錯啦 ，because 我會記有一道嘅時有梅大伯，然後梅大伯講伊人。all 只大白之白 all these things 伊人暑假去 all these places。Oh yeah， 有暑假去卡拉 OK 啊，哎呦大白。So imagine 你去卡拉 OK 嘅時啊 ，sometimes 就是大一白切掉到裏邊，你唔知。哦，yeah， 你就是講伊人暑假去嗰邊。哦，有暑假跳嘅啊。有大一白暑假跳，唔是暑假跳啦，伊人暑假。老抓，陰嘅哦，啱，老抓了，有酒嚟買，明白。OK， แล้ว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查某婆啦，歡喜等陣，一間嘅是查某婆，一間是歡喜，一間是哆來咪叮當叮咯，今日冇你個教應該都係差唔多講幾個數嚟。แล้ว是個毛毛菇咧，就乜走去了後點困起後點，走去了嘅是大背鏡加大毛哥，哎呦死我講到大毛哥，我佢真係未記記嗬你毛哥有個一個 link Facebook 嘅 link， 你記得啲 Facebook 叫我記 link 去試啊。OK， แล้ว個主要就乜時候會去喎？接來就係講。你看呀 ，OK， 有時如果今天個再調完了，禮拜咱個再真係講無相嘅話題嚇，拜拜，到對嚟啊，你冇夾落嚟拎。Boy suklingi, yeah。What sir? So complaining. Ayo. Boy, look at you ne, Albano. Look at you. Ow, boy. Yeah. Okay. Lu ticket Albano hoi. Lu be kun na jing à. Okay, what did you be type the be on nói chiu? OK Skype 嘅人啊，聽這禮拜 episode 就正了 subscribe 就係講你俾限掉，落去唔是俾條通知，你使訂 subscribe 一定要正，拜拜。